那三个祈祷，特别在阮感谢你是阮的牧者，你有是阮拢无欠客。你甚至收出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做大牧者，为着阮放杀生命。我今仔日要对诗篇23篇来三甲想你会听。阮恳求你帮助阮，通过阮的分享，会当得到圣神的帮助。阮搁较深信，阮会当倚靠你，因为你是阮的牧者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电遮真光呢。诗篇23篇吼，是咱逐个拢真爱读的一篇诗篇啦吼。我是伫150篇诗篇，拢总150篇的中间吼。即个诗篇可能是大家上熟悉，也是大家上爱读。我记我伫新人伊的时候，阮一个老师甲阮讲吼，诗篇23篇吼，有你出去做牧师吼，诗篇23篇吼，啥物场面拢会当用。对囡仔大济到壮硕，你读诗篇23篇绝对无毋对，真趣味的代志呢。你甲想看觅即位啊？我捌读着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，是甲诗篇23篇有关的吼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一个美国兵仔着重伤，伫亚战病院的内底，医生知影无法度去请军中的牧师来，伊倒伫遐拢袂振动，拢目睭揢揢，还袂转开，军中的牧师甲伊讲话拢袂用，要带伊祈祷到上尾也无法度，即个军中的牧师摕诗篇23篇起来读，伊咧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直直念到我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。因看到即个美国兵仔目睭金开开，喙咧震动，无啥物声，真细声，总是知影伊是伫甲牧师做伙读。死荫的山谷毋惊灾害，一直到我一生要踮伫耶和华的厝到永远。阿免。伊目睭搁合落去，离开世间。有这真感动人的故事，敢是？诗篇23篇吼，咱逐个拢真熟，咱常常咧听，所以要用即篇诗篇讲道吼，真忝呢。恁一定听足侪讲道是诗篇23篇的。我今仔日讲的吼，恁毋捌听的，我上欢喜。若捌听的袂要紧，搁听一摆。可能恁毋捌听的，至少我即篇讲道恁也毋捌听的。但咱我即个月吼4礼拜，我拢总要用诗篇讲道。后礼拜到2月底，我拢要用诗篇讲道。要讲用诗篇的时候，大先爱将诗篇分段，因为逐篇诗篇吼一段一段有意思伫内底。你分段了，一段一段看，才知影讲即个诗人到底是咧讲啥。若无你若安尼干那读的对头读到尾吼，有时仔伊咧讲啥你听无。总之咱分段落去，甲想就较简单。有真侪学者甲诗篇23篇分段。我有看到差不多3款，我有看的3款吼。有一个分做吼3段，头一段是对第1节到第4节，迄个标题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搁一个第2阶段是第5节，我毋惊灾害，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我毋惊灾害迄节。第3节，第3是第6节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安尼是分3段。搁一个伊嘛分做3段，第1段是对第1节到第3节，有做上帝的准备 ，God provides 吼。第2是对第4节到第5节，上帝引带 ，God guides，God leads 吼。第3段是上帝祝福，第6节上帝祝福 ，God blesses。抑
搁一个分做两段的。咱今仔日要用即个分两段的，即个就好吼。伊对第1节到第4节，伊讲耶和华是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第2就是第5节到第6节，讲耶和华是我的主人。即个主人毋是主人奴隶迄款主人，是主人甲人客迄款关系吼。所以英语叫做 host， 上帝是我的 host， 伊请人客，我去互上帝请。不论咱安怎分哦，即要研究诗篇，就是爱安尼分啦吼。所以咧，我今仔日要用即个分两个，一个上尾即个头一个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佫一个是耶和华是我的主人，请人客的主人。但咱来看头一个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迄是对第1节到第4节。以色列人对牧者即句话有特别的感情，因是半游牧的民族，因真侪人咧饲羊，所以牧者爱做啥物代志，因真侪人拢知影。牧者爱安怎照顾羊，因拢知。佫伫因的历史上，真侪因的领袖拢总是牧者出身的。摩西伫米甸的旷野顾羊顾40年。大卫对细汉就甲因老爸顾羊，伫野外。因所伫仰望迄个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，嘛是拢讲伊是以色列人的牧者。伫旧约圣经内，伊真侪所在，上帝是以色列百姓的牧者。你伫先知的册会当看到这，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牧者。总是诗篇23篇真无共款。诗篇23篇唯一讲上帝是一个个人的牧者，代表讲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所以伊甲上帝有特别的关系。上帝是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牧者，毋过代表伫遮讲伊是我的牧者，伊甲上帝有特别的关系。这是圣经别位无的事。即字牧者吼，咱台湾话牧师有迄个牧养的意思，甲牧者有关系。迄个英语 pastor 是 pastoral 牧养的意思，嘛是有关系。所以 pastor 牧师，这拢是对牧者之字来的。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有甚物意思？有甲咱啥物关系？代表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相信伊，较点我会讲着代表伊的生涯吼，伊对伊所拄着的代志，伊一定有感觉，伊甲上帝有特别的关系。甚物关系？伊感觉伊会使亲像一只羊仔，我靠牧者。羊仔足掂的，做羊甲牧者的关系吼，羊无法度通甲牧者要求讲我要爱啥，总是牧者伊爱信任牧者，即个牧者会照伊的需要收拾伊的物件，这是迄个牧者甲羊的关系。羊袂讲话，总是牧者知影羊。因为伊有经验，伊知影羊的需要，伊知影伊当时爱去清水的草埔食草，当时爱去安静的水边休困。伊若行路咧忝的时，爱落来休困，吼。伊代表讲，互我的灵魂静养，新约即个台湾话圣经讲，互我有新的气力，互你休困了后，才佫有新的气力。牧者知影当时爱做遮个代志，羊一定爱信任牧者，因为咱甲上帝的关系嘛安尼呢。咱甲上帝祈祷着啦吼，咱甲上帝祈祷。但系人讲上帝无听我祈祷，有一个牧师吼，上帝毋是无听你祈祷啦，上帝甲你讲喏，你袂听啦。这有时咱有影是安尼，牧者羊需要羊要爱的物件，牧者拢袂互伊。
总是无拄样想要爱拢有。咱甲上帝求，无一定逐项拢上帝会照安尼互咱。总是代比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完全信靠耶和华，伊会替我不准备，伊会带我去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去安静的水边。因为伫咱的生活内底，什物是咱的青翠的草坡、安静的水边？我想咱会当讲，咱生活上需要物质的物件。老实讲，咱住伫加拿大，咱的物质生活实在是真好。上帝赏赐咱会晓感谢。过来，咱的灵性上的需要，会当做伙敬拜，会当伫遮三甲祈祷、三甲勉励。我要做礼拜前去看应quyền兄，我伫遐甲伊坐，伊讲话真袂清楚，总是伊甲我分享讲，伊讲好佳哉有教会。教会，你拢知影教会人真侪人替伊祈祷，替甲谈，替甲关心。真正咱伫这疫情的中间，拢总袂当斗阵，咱会当伫遮做伙做礼拜，因为这是上帝赏赐咱的青翠的草坡甲安静的水边，敢知？过去上帝带咱，伊讲带我行义的路，上帝绝对袂带咱去行歪路。上帝一定会带咱行义的路，问题是我要对啊，这是我的决定啦。耶稣捌举一个譬如讲，有一只羊仔走无去，迄牧者就爱放99只去找迄只。你知影迄个耶稣迄个譬如吼？迄只羊有可能是我，有可能是你呢。伊咧带路吼，你要行偏路吼，伊放你去啊，无法度啊。伊的羊足济吼，一只两只走对倒去。毋过伊发现碰见的时吼，牧者会去找。牧者放99只羊去找一只。对数学来看，这是足毋对的代志，敢毋是？你若有放99只去找一只，这99只若阁走无去，你毋着阁真惨啊！总是好的牧者无伫想这。咱今仔日读约翰第10章。耶稣讲，伊家己是牧者，伊内底讲一句话：我是好的牧者，我为着羊放杀性命。咱的牧者是要为着咱放杀性命的牧者。大笔写4篇23篇的时，伊毋捌耶稣，耶稣是几若千人才出世的，伊毋知，伊当然嘛毋知影上帝的囝有一日会来世间顶十字架，这代志拢毋知。例如你我咱拢知，咱活伫十字架的即边，咱知。咱若将4篇23篇所讲的，甲约翰第10章耶稣讲伊是好的牧者，甲对照起来看，我想咱会当搁较清楚，迄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过去讲咱来。伊行来看死荫的山谷的代志，死荫的山谷，咱台湾的翻做死荫的山谷。英语有一个翻译叫做 The Valley of Deep Gloom， 伫迄个山谷真深真黑暗的所在。我10几年前捌去以色列一摆，迄摆吼，迄个毋捌去，所以吼。叫做去圣地去圣地，阮台湾讲做去圣地。去圣地，我来讲吼，迄有影是去圣地。阮伫遐10日久吼，要看物件足济呢吼。迄个所在吼，若就是伫耶路撒冷城内吼，你要看的所在，有诶吼行路伤远啦。若要坐巴士吼，敢若爬巴士到落巴士的时间就摕足济夜。为着安尼一天敢若看鸭咧，才看到我看到尾啊吼，伫倒会看到啥我拢袂记诶呢。我因为要去以前，我捌听读着讲，迄个死荫的山谷，伊讲伫以色列有迄个山谷吼，足深诶，比两边拢是石头山，中一条路足细条诶，日头会当照诶时间足少，所以迄个伫迄个valley下骹真阴冷。
我问迄个导游讲有即落物，伊讲有啦，毋过恁无时间通看。总是我读个注解，伊咧讲迄个，伊讲伊423篇所咧讲的就是这。这有可能台北家己做牧者的时，有带羊仔行过迄个所在。伫迄个所在，因为真阴冷、真暗，有野兽伫遐，嘛有可能强盗会来抢。牧者只爱真注意，带羊仔的时，伊爱顾遐羊仔的安全，无去互入你的野兽攻击，至少。所以，伫遮伊咧讲行过死荫的山谷。换做死荫的山谷，咱拢想讲是死的意思。其实原文实在是迄个真黑暗的山谷。伫遮台北用一句话吼，伊讲我行过即个山谷，毋是入去到山谷全袂当出来的，行过那点。啊，佫一项伊讲吼，伊讲啊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伊毋是讲假使我行过死荫的山谷。若假使的时候，有迄个豁然率。伊讲我虽然行过，意思是死荫的山谷，咱逐个人拢会经过，咱的人生内底一定拢会拄着。总是咱毋通袂记得。咱的牧者带咱去遐全，毋是叫咱全踮咧遐，拢袂当出来。咱是行过那点。啊，咱要安怎行过？你的腿，你的管安慰我。我细汉的时候念4篇23篇，念着你的腿，你的管，我较头壳就想袂清楚。你举铁腿啊，是要安怎顾羊仔啦？我定讲迄是腿就毋对咧，迄毋知倒一个，我毋敢讲即个话。迄是腿吼，你哪有举铁腿咧讲？我到尾看英文的圣经吼，是 rod 毋是腿啦 ，rod 是规支迄个柴，规支迄个竹啊 ，rod 举 rod 管啊，佫一个，伊讲你的管，迄个牧者的管吼，你若看画迄耶稣带羊仔。拢无遮拢交倒转来，迄个交倒转来时吼，当羊仔要行山开去的时，用迄支去甲交倒转来。牧者差不多袂用迄支管啊去讲羊仔，因为迄支管啊是要有防野兽的，所以迄支是为着对敌准备的。若羊仔有啥物问题，伊是用迄支管啊甲交倒转来。真温柔甲交倒转来，这是上帝的恩赐。伊所举的一支管啊，迄支 rod， 迄支咱讲翻做腿哦，是棍啦。圣诗翻做棍是对啦。你的棍，你的管安慰我。上帝安尼引带咱行过迄个黑暗的山谷。所以，咱知影，咱伫世间的日子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准备咱欠缺的物件，物质上、心灵上，伊带咱行去的路，咱爱对。过来行过黑暗的山谷的时，伊的棍甲伊的管啊，伫安慰内底引带咱。过来第50到第60节。上帝是我的主人，台北到遮，伊改变伊对伊家己的看法。对第1节到第4节，伊看伊本身做羊；伫遮伊看伊本身做一个人。即个人，我咧甲想象，照伊所写，我肯定来讲，照伊所写，我咧甲想象哦，即个人是哪亲像伫旷野，有对敌咧甲弱，伊咧逃命。啊！伊到上帝，到一个布边的所在，一个真好业的人，一个真有力的人，接受伊入来。伊是一个走逃命的人，互迄个真勇搁好业的人，甲收去伊的布边内底。弱伊遐的人徛伫外口，因知影
伊去投靠即个人真有力，因看会到，因毋敢入去。大笔是咧描写即个代志，因为你甲想大笔的生涯哦，伊就是安尼，你敢知？你若去甲看大笔哦，你回顾，我感觉大笔写即篇诗篇是可能伊已经伫以色列、伫耶路撒冷伫做王的，伫王宫内底写。伊想起伊少年的时，撒母耳甲伊抹油，互伊做，讲伊要做王。扫罗咧做王，即马撒母耳去甲伊抹油，讲要互伊做王。你会记你希律王敢若听着讲一个新的王出世，就出去去杀死一寡婴仔。你迄个王不见哦，伊挡会牢哦。所以扫罗吼，有一个时阵直直要杀大笔，大笔走互掠。几若年久，伊是做逃犯咧走。大笔佫吼信上帝，伊讲吼扫罗王是上帝所抹油的。几若摆有机会会当杀扫罗王，伊毋敢，伊讲这上帝所抹油的。所以大笔是真敬虔的人。为着安尼吼，伊加添真济麻烦呢。伊加添真啊，伊要走，直直走。我阁差不多2、3礼拜会讲大笔，迄个困境互恁听。伊阵咱再阁讲。我即摆讲的是，伊经过遐尔济，到即摆伫耶路撒冷伊做王，伊越倒转去看的是，伊伫描写迄个伫旷野咧走，去互人收留，互人照顾。伊咧讲伊家己呢，伊咧讲伊家己呢。伊感觉吼，伊感觉，伊亲像一个咧逃命的人，后壁对着地狱，伊走入去即个人的布边的内底，即个人该接受，毋但该接受，搁较好款待，好款待。伊讲，伊互伊好款待入去伊遐，伊一个逃犯伫遐尔热的所在，一定规身躯汗。我相信上帝一定，若迄个人接受伊入来，一定身躯先家洗好清气，换新的衫了，搁去办桌要互伊食饭，办一个宴席要互伊食饭。所以伊受人好款待，受人收留。即马即个主人毋捌伊哦，无啥物应单。当前伊摆设宴席，摆设宴席摆伫倒？伊讲吼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。显然是伊甲迄个主人咧食饭的所在，伊的对敌伫外口看会到，望伊袂着，看会到望袂着。伊伫对敌的面前摆设宴席。我捌读着一个故事，真趣味的故事吼。讲有一个囡仔吼，伊毋知做啥物代志做毋对，规家伙仔拢咧受气，拢咧受气伊啦。伊安尼吼，住厝诶住甲足艰苦诶。食饭诶时间到，逐个要食饭，伊嘛乖乖爱去食饭。逐个坐落去食饭桌顶，逐个拢一直甲nhìn啊，一直甲看，一直甲nhìn啊。伊吼看到尾想要吼，伊怎大声祈祷啦？伊讲上帝啊，感谢你伫我对敌诶面前，甲我摆设宴席。你会当想象迄个囡仔诶心情，伫对敌诶面前摆设宴席，迄对敌看着是足严诶，到遮来啊，无理法，佫看你伫遐遐欢喜，伊佫去讲，你用油抹我诶头壳，我会杯满出来，杯满出来。恁捌看读到一句话，我相信恁拢捌。看安尼吼，这一半的水吼，人就讲吼，乐观的人讲吼，这杯水一半甜甜，对吧？乐观的人啊，悲观的人吼，大先看着空的，讲迄个空的，因为世间互咱看是半杯水尔尔，再看咱是乐观啊悲观。上帝伫遮的应允吼，是杯满出来呢。甲你听甲甜甜甜啦，你毋免伫遐悲观，就是甲你听甲甜，绝对袂安尼一半互你。我吼，伫大学的时，
我的德文的老师是一个天主教的信徒，伊知影我要读圣爱院，对我足好诶。有一摆招我去参加一个天主教，因为天主教的青年的夏令会。伫遐吼，我听到一个修女讲杯满出来的代志。我今仔日第这毋是要变魔术，我是要甲示范互恁看。恁捌听诶教会人迄个长老咧祈祷的是讲吼，上帝啊，阮恳求你，互阮空空来会当饱饱倒去。恁捌听无？恁捌听即落祈祷无？意思就是讲，阮来遮吼，阮心肝心内真了无啦。阮来遮听讲道吼，听上帝话，啊，互阮会饱饱倒去吼。啊，伊就是针对这咧讲啦。迄个修女是台湾人，伊讲吼，即个是世界啦。这是世界，咱来上帝面前领受恩典了吼，咱上帝将伊的恩典停互咱，停到满满杯满吼，咱饱饱，逐个遥遥来，即摆饱饱要转去吼，转去了吼，你着去遐服侍人为上帝传道，你当中你去吼，你真了紧，我将所有的拢奉献。所以我去吼，可能礼拜日饱饱转去吼，就拜一啦、拜二代志做的吼，就到了空去就等到后礼拜二才佫空来，才会当佫饱饱倒去吼，就佫来，佫停，饱饱倒去，吼，去就佫去服侍世界，佫做去。迄个修女讲吼，咱做基督徒吼。诗篇23篇讲的，杯满出来哦，毋是到遮甜啦尔，满出来哦。伊讲哦，咱基督徒应该伫上帝面前，不时接受上帝恩典，毋是干那礼拜才去啦。听牧师的讲道，无影饱饱转去啦，无可能啦，无迄个牧师遐敖啦。我讲，伊讲吼，咱逐日都爱伫上帝面前，上帝恩典像安尼。你不是就甜甜，你的服侍是用你搬出来遐伫遐服侍，你袂空，别人我哪会得着你啊？这号做我的杯满出来。这个人，伊道命，伊受即款的款待，伊会当安怎讲？伊敢若会当讲，你安尼款待我，我相信恩典甲慈悲的确要对我一世人。感谢上帝，佫去要安怎？佫去哦，佫去！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献心献互上帝，伫上帝的厝，伫遐服侍上帝。所以诗篇23篇。这篇诗篇，不管是讲我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好，耶和华是我的主人也好，一项要甲咱讲的，上帝恩典教育咱用，上帝恩赐不时甲咱三角记得。旧历的年头要来一年，疫情安尼咱毋知，咱会当真有信心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主人。最后，我要用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 Thomas Edison 爱迪生的故事。你知爱迪生发明真侪物件。有一摆吼，伊的实验室伫因厝的后壁的实验室烧去，伊一寡研究的物件拢伫内底，伊足伤心的啦。伊讲哦，佫去要佫遮要佫创较好势，迄是足艰苦的代志。伊。火烧厝迄个实验室烧去了，伊加早起，伊出去遐行，拢是安尼烧到安尼，伊伫遐踢咧，踢着一捆安尼纸安尼伫遐伫涂骹，伊捡起来，头外口拢烧起来，不过因一捆真大捆白条的，伊甲透开，伊掀起来看。
一寡资料还搁伫个，搁一项伊看着一项，伊家己的相，你知影翕相机是 Thomas Edison 发明的，迄阵啊有相的人是足少的，伊有因为伊家己发明迄个嘛，伊有一张伊的相，夹伫迄内底绑伫遐，伊翕的是啥？迄张相的边仔拢有水，啊有小可烧去。Edison 看到迄个时讲哦 ，The fire didn't burn me out。伊讲火无甲我烧去咧，火烧去真伤心的啊。毋过我还搁伫个，我还搁伫遮，我无去互烧去。因为诗篇23篇就是甲咱讲，无论安怎，上帝甲咱保守，咱袂去互烧去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因为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通过那日诗篇23篇，甲阮的主，甲阮说明，伊为着阮，是为着阮放杀性命的大牧者。因为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毋是干那听那听，会晓真正相信你的话，你真正是阮的牧者。你带阮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你带阮行义的路，求你帮助我军队。你无条件接受阮，伫阮拄着困难的时，你用油抹阮，摆设燃烧阮，经阮的杯满满。阮求你帮助阮，会晓对满出来的杯，伫即个世间。做你的路用，做你的工具。阮这个时阵要参加强手，阮主的圣餐。阮要甲你坐倒，感谢你摆设燃烧，用耶稣基督的血甲伊的体养治阮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